題目講到小安、小貝同小思分別係2歲、2歲同埋10歲。幾多年之後，小安、小貝嘅年齡總和係會等同於小思嘅年齡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全華西分校嘅導師 Miss Carrie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睇一睇 Math Concept Tuition 2025年 K3 程度之中答啱率最低嘅5題之一。今日我哋會睇到第17題。好，呢度呢，我哋需要睇一睇翻小安同小貝嘅年齡，喺今年佢哋兩個加埋嘅年齡總和係幾多呢？咁就會係2歲加2歲，即係4歲啦。而同一時間，小思喺今年就會係10歲。我哋再睇下過咗1年之後，小安同小貝就會變成3歲同3歲，亦即係佢哋年齡總和變成6歲。而小思亦都增長咗1年，變咗11歲。如此類推，我哋會見到 A 同 B 即係小安同小貝，每一年都會加埋增長2歲，即係下一年就係8歲，而小思再下一年就會去到12歲。我哋根據呢一個規律，可以寫翻佢哋嘅年齡總和同埋小思嘅年齡分別係幾多。而我哋用呢個列舉法，就可以再去揾到幾時佢哋嘅年齡先至會係一樣呢？喺列出咗佢哋嘅年齡之後，我哋會見到小思喺16歲嘅時候就會等同於小安同小貝嘅年齡總和啦。亦即係過咗幾多年呢？我哋可以計翻小思16歲同10歲嘅相差幾多，咁就計到原來相差咗6年啦。亦即係6年之後，佢哋嘅年齡總和就會相同啦。所以呢一題答案就會係 E。咁呢一題亦都有個快啲嘅方法去完成嘅噃。我哋見到一開始小安同小貝嘅年齡總和係4歲，而小思嘅年齡係10歲，佢哋呢度相差咗6歲，而每一年呢個差距亦都會減少，變咗做5，再下一年變咗做4，亦即係話其實再過多幾多年，佢哋嘅差距會變成0呢？呢個答案我哋一開始就已經知道啦，就係當10減4，佢哋相差6歲嘅時候，佢哋過多6年之後就會追上呢個差距，亦即係話我哋可以得知6年之後，小安同小貝就會同小思嘅年齡一樣啦。如果大家想學識更加多嘅數學題目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